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11月2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0篇，以西结书34章25节到31节，马太福音12章46节到5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立约。昨伫总统大选登记拄杂志咱伫这个进程这个会通讲是纷纷扰扰过了几个月啦吼，其中有几个候选人咧谈论要下毋下这个问题啦，纷纷离几啊摆。伫这中间呢，所讲的成立、所签的同意书，过一暝了后就会通无算数。牧师咧想讲，如果这是基督徒的时阵，那安尼就非常无见证。甚至伫昨日暗时，阁有伫咧直播的中间。答应对手会当公开手机因咧来往的信息内容，却马上变面反悔，歹面相看的情形，会当讲是一种无诚实、无诚实的政治操作，互一寡诚实的选民真正是只有笑安尼啦吼。耶稣基督对迄位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安尼讲：上帝是一个神，所以咱应该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伊所讲的、所应允的，必然会实现。也因为安尼，圣经中间有两个约。就代表着上帝信息的本质，以及上帝赏赐应允的内容。上帝甲人立约是圣经的基础，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因为上帝甲人的立约，成就了基督的信仰。先知以西结伫以西结书34章25节到31节，伊安尼传讲上帝的话。伊讲：我甲因立平安的约，消灭因国内凶恶的野兽，因就通伫旷野安然徛起，做树林内伫遐休困。我要祝福予因，祝福予我的山四围的地区。我要照时落雨，福气要亲像雨水降临。田野的树木要结果子，土地要出土产。我的子民要伫家己的土地安居乐业。我讲当因歹的车，对压迫因的手，甲因该偷放的时，因就知我是上帝。因无搁做列国的列物，互野兽吞食。因要安然徛起，无搁再有惊吓。我要甲因设立一个农场，互因的物产丰富，因袂阁因为妖恶受害，列国袂阁甲因踢笑，因拢要知我是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甲因同在，因是我的子民，我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因是我的羊，我草场的羊，恁是我的子民，我是恁的上帝，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照先知的话来看，
以色列无伫平安种安全的状况下面，无法度伫牧场安心来食草，袂话伫树林内底安息。但是上帝甲以色列人搁再一次来立约，不但保证因安全，搁较应允要祝福予因无搁再受恐吓、被侮辱，无搁再有饥荒，会通安居乐业。这是上帝甲以色列人立约的目的。上帝甲人立约，施恩祝福予人有新的关系。这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予人因为甲上帝的立约有新的关系，成做上帝的子女。耶稣基督设一个主内兄弟姊妹的典范，就是有一摆伊伫咧教死人的时阵，伊的老母甲兄弟来找伊。耶稣基督却趁这个机会来教导大家，伊安尼讲：耶稣要对众人讲话的时阵，伊的老母甲兄弟来徛伫外面，爱要甲伊讲话。有人甲耶稣讲：你看，你的老母甲兄弟徛伫外面，爱要甲你讲话。耶稣甲迄个人讲：什么人是我的老母？什么人是我的兄弟？然后伊伸手指来伫伊的门徒讲：看，我的老母，我的兄弟。实现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只要是实行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这也亲像伫保罗伫这个罗马书第8章14节到17节伊所讲的话。互上帝的神引带的人，拢是上帝的囝儿，因为恁对上帝领受圣神，毋是要互恁搁倒转去做奴隶，要生活伫行兄中领受着圣神，是要互恁成做上帝的囝儿。靠这位圣神，咱通大声讲：阿爸爸啊！圣神本身甲咱的神做伙作证，请咱讲咱是上帝的囝儿。既然咱是囝儿，就是继承人，是上帝的继承人，甲基督平平做继承人。既然咱甲基督同受苦，是要互咱嘛甲伊同受荣光。咱当伫上帝约的下面，成做上帝的儿女，通得到进入上帝的家，领受上帝对儿女的祝福。基督徒拢应该活出约的使命，伫属灵的生活顶悬，伫普通的生活顶悬，拢会通来见证主。诗篇100篇，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歌乐乐的诗歌来到伫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伫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的门，就用颂赞入去伊的厅，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伊的信实透到万代。感谢上帝的听甲怜悯，
互咱会通甲你立约，建立新的关系，诚侪你的儿女。感谢上帝继续保守于这，互伊透过伊生处地来恢复顺利。佮较伫上帝伊伫的恩典下骹活出上信仰的性命。求主来继续看顾、保守伊伫伊，互伊快快来恢复。这是也要为了教会兄弟死成伤伫昨早起嘛开脑，因为脑内部的这个脑血真损失已经伫加护病房伫休养的中间。恳求主你嘛平平享受你的医治。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